廣深港高速鐵路最新工程造價由原來650億飆升至853億，通車日期亦由今年8月延誤3年至2018年第3季。呢個工程5年前喺一片爭議聲中獲立法會撥款通過，工程延誤導致嚴重超支，令人擔心變成無底深潭，成為香港人嘅噩夢。鏗鏘集分別取得港鐵同承辦商嘅內部文件，結合政府委派嘅獨立專家調查報告，剖析事件嘅來龍去脈。究竟高鐵嘅超支同延誤係咪一早已經可以預見，甚至避免呢？造成今日尾大不掉嘅局面，究竟責任誰屬？高鐵工程整體持續滯後，目前只係完成咗7成。當中西九龍總站係工程滯後嘅最主要原因。入口大樓嘅鋼結構同玻璃幕牆，按原來合約進度應該喺舊年初完成，但去到今年3月底，鋼結構裝嵌量只完成1成多。至於玻璃幕牆工程嘅進度，路政署就回覆指，生產工序預期要今年第3季先展開。其實我見到呢個地盤咧就好心痛嘅，就等於係見到啦，香港700萬人啦一路係流緊血咁樣。高鐵工程咧就係一個政治腐敗嘅結果啊，因為當時咧係特區嘅首長啊追求同內地融合咧，根本就抹殺咗所有嘅專業意見。2010年1月，立法會通過高鐵撥款當日，議會內外都對高鐵工程提出強烈質疑。如果2016年嘅時候呢個項目係止蝕嘅話，局長可唔可以承諾你唔好用任何方式再翻嚟攞錢啊？我好相信，我亦都係願意係記錄嘅話，我哋唔相信我哋而家係有需要翻嚟去追加撥款，因為咁嘅情況嘅嚇。撥款前嘅民調顯示，有60%人認為高鐵造價太貴。當時工程師黎廣德同一班專業人士提出錦上路總站方案，但不獲政府接納研究。我哋5年前提出咧，關於係超支嘅問題啦，唔能夠準時完工嘅問題啦，係一係應驗咗。呢個項目咧係個雙失工程，因為咧失控兼失效，政府也好，港鐵高層也好咧，都話唔到俾大家聽。而家呢個項目好多嘅延誤係有咩原因造成嘅，更加咧唔能夠封頂。我哋做鑽探嘅時候咧，有啲盲點嘅。呢度近佐敦嘅地方咧，就石層係比較高嘅，亦都係比較硬嘅。負責管理高鐵工程嘅港鐵，由舊年到依家一直指不可預見嘅地質情況導致工程延誤。行政總裁梁國權上週出席立法會研訊時強調，港鐵施工前有做全面同廣泛嘅勘探工作。鏗鏘集取得09年高鐵工程撥款前同10年工程開展後兩份港鐵所聘請顧問公司提交嘅西九龍總站地質勘探報告。嗱，從09年嘅勘探裏邊咧，我哋睇到咧，嗰份報告咧就係顯示到咧個基石層嘅位置，即係佢當時係預計到呢個範圍咧係比較上啲石層高嘅。呢一份啦，就係10年嘅地質勘探圖啦。兩幅圖嘅熒光線咧，就係代表咗基石層嘅深度啦。兩個橫切面咧，其實我哋睇到個差異唔大嘅，甚至咧係屬於10年嗰幅圖咧嘅橫切面咧，表示呢個基石層咧係仲冇預期咁深添。如果港鐵話係因為啲基石層太高，佢哋要打太多嘅基石，所以令到工程延誤咧，呢個説法係唔成立嘅。
比對10年同09年嘅勘探報告，見到港鐵喺工程展開前嘅鑽探孔相當稀疏。去年底嘅專家報告指出，地質勘探不足，令到護土牆工序嚴重滯後，總站工程因此延誤近1年。前期工作冇做得十分之冇可以話冇啦。我哋一開工咧就撞到啲地底電纜啊，有water mains 啲咁嘅嘢。咁呢啲全部咧應該咧就喺啲 drawing 度 show 晒出嚟嘅。撞到佢嘅話咧，咁個工程師咧就要決定喐唔喐嗰個 foundation 嗰支樁噶啦。OK， 咁佢要決定呢樣嘢咧，一定要有個時間。咁變咗咁咪坐喺度冇得做呢樣嘢咯。林禮昌喺11至14年曾經為高鐵工程嘅分判商向港鐵申請索償。佢話最初港鐵要求承建商壓縮工期，分判商為咗趕工要租購大量器材，而工程延誤往往導致一連串索償。直情可以話一定係有個骨牌效應。你將一樣嘢10個月嘅或者14個月嘅嘢分到去成30個月咁長嘅話咧，咁你就變咗咧，你好多時間坐喺度冇嘢做。但係因為你已經 contract 咗一定要喺度啊嘛，咁所以就坐喺度等嘅時間咧就係最傷咯，超支咯，係啦嚇。Okay. 即係其實可能係嗰啲超支其實係冇 productivity 發生嘅，係咪咧？直情係啊，係咯。截至今年3月底，高鐵工程仲有664宗未解決嘅索償，涉及金額接近150億。港鐵今個月公布最新工程預算時，冇正面回應當中幾多同索償有關。鏗鏘集取得西九龍總站承建商向港鐵索償嘅文件。12年4月，合約批出後唔夠半年，承建商表示收到大量改動嘅設計圖，當中涉及進行緊嘅工程，會就此要求延期同索償。13年1月，承建商報告預期工程會有1年多延誤，到3月再將延誤估算大幅增加到562日，更索償15億。獨立專家報告顯示，至13年6月，總站承建商收到超過13000張改動咗嘅設計。咁呢啲咧就係加咗啲。應該係啲 structural wall 啊，呢啲咁嘅地方咧，以前咧係冇畫出嚟添嘅。即使咧，佢有啲 structure 咧，直情唔記得咗擺落去嘅。根據港鐵內部嘅設計記錄，唔少設計有4至5次嘅改動，有啲甚至係舊年先至修改。一個 usual 嘅工程咧，係改2次。最多3次嘅啫，真係嚇。有啲人就話1次起2次止嘅啫，所以睇得出咧，佢哋多數應該係一路起一路發覺有問題嘅。個 initial design 咧應該就唔係一個 well prepared 嘅 design 咯嚇。工程滯後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工程前期緊縮嘅準備時間同埋設計修改。係咪政府逼你，即係根本未準備好啦，就要開工？喺呢個高鐵工程上面咧，我哋遇到一啲咧就係不可預見嘅地質嘅變化啦，所以引致咧有好多修訂嘅嗰個咁嘅情況，所以咧係呢個咧係正常發生。究竟係乜嘢原因導致工程設計出現大量嘅改動？10年11月嘅一份港鐵內部評估文件提供咗線索。文件指出，港鐵內部曾經評估西九龍總站嘅設計，結論係設計只係完成咗70%。評估指設計圖則存在差異、資料唔完整、設計意念出錯等等，會導致工程內容喺招標後需要改動，影響完工時間同成本。報告建議港鐵延遲招標1個月，俾顧問公司同港鐵內部有足夠時間完成設計，進行詳盡復檢。不過建議冇被港鐵高層接納，招標最後喺11年初進行。
點解當時明知道未準備好，又要去招標咧？呢個咧就反映咗一個咧係政治壓力嘅問題啦。究竟當時咧港鐵嘅高層係咪屈服於啲政治壓力咧？明知道咁大風險，仍然去進行招標咧？鏗鏘集向港鐵查詢該份專業評估是否屬實，當日係咪倉促招標？港鐵回覆承認有關評估喺2010年進行，作為內部參考。又話工作圖則會喺建造過程中因應工地實際狀況同不可預見嘅因素而作修訂。我哋向運輸及房屋局查詢，係咪知悉呢個評估結果？港鐵係咪需要為此負責？局方回覆話並唔知道該份文件，重新會就高鐵超支延誤保留向港鐵追究責任嘅權利。我呢度宣布，喺我任內會致力推動10項重大嘅基建工程上馬。廣深港高速鐵路，國家前任行政長官曾蔭權07年宣布投資2500億推動基建項目，刺激經濟發展。廣深港高速鐵路係重點之一。過去幾年，8項大型基建相繼上馬，陸續出現超支，由原來接近2900億支出，增加到3500億，而且最少有一半工程有延誤情況。咁多啲大型嘅工程咧，首先要估計香港個承受力係幾多？業界覺得即係供埋一齊咧，根本都即係消化唔到，咁變咗喺咁方面咧，就自然又將啲價錢啊、費用啊，其他都拉高晒咯。有即係做前路政署副署長劉正光喺回歸前參與新機場核心計劃。佢話：當年工程嘅前期研究最少要花4-5年，又有政務司、公務司領導統籌監管。反觀依家嘅基建，往往倉促上馬，準備不足，令風險大增。政府嘅參與亦不如以往積極。高鐵嗰個承建商咧，只係同地鐵公司咧，佢有合約嘅約束力啊。咁所以即係路政署咧，佢冇合約嗰個約束力嘅時候咧，即係始終喺嗰個監管嗰度咧係唔係好充足嘅。政府委派嘅獨立專家報告顯示，路政署聘用嘅獨立顧問早喺11年底同12年初已經警告高鐵工程有延誤，但路政署一直冇採取具體措施跟進。13年中，有傳媒揭發高鐵工程延誤，政府同港鐵仍然矢口否認，直至舊年4月先公開事件。立法會議員胡志偉一直希望動用特權法查明真相，不過徒勞無功。當你牽涉到呢一個係即係超支同延誤嘅責任嘅話，一定係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係政治嘅責任，第二個部分係經濟上面嘅責任。咁好明顯，兩個部分嘅責任咧，而家無論係港鐵好、政府好，都係互相推搪扯緊貓尾嘅。政府不能接受，只係由納稅人去承擔因此所造成嘅損失。我哋會追究港鐵公司應該承擔嘅責任。但係與此同時，政府同港鐵目前就責任誰屬各執一詞。港鐵只按照委託協議45.9億元項目管理費係追討上限，又話高鐵嘅完工日期同造價都只係預算，可以修改調整，更以工程延長為由向政府追加20幾億管理費。你咪更加有責任同埋需要咧，係要盡快將相關嘅資料咧係向公眾咧係坦坦白白，但我哋見唔到，而只係見到就係嗰條死線咧就越嚟越近。換言之，喺我感覺裏邊，港鐵仲有1年，出年嘅3月份咧，佢嘅流動資金就用晒啦。係咪到期時港府就諗住就係話，因為殺到埋身唔想爛尾，然後就係你哋要俾錢啦，如果唔俾錢就會有一個係被動式嘅係爛尾咧？
你承唔承認喺成個過程到今日為止，港鐵管理係嚴重疏忽同失誤呢？ I do not agree with that。主席啊，高鐵工程隨時爛尾，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建議以800億為限，由政府同港鐵各自承擔部分工程嘅超支金額。港鐵啊，自己內部估計800，所以當時絕對呢個650億係一個不切實際嘅數字，係嘛？明眼人心裏有數。根據獨立專家報告，09年4月，港鐵預計高鐵撥款金額需要980億。同年8月，港鐵將估算下調到近800億。11月，政府聘用嘅獨立顧問將項目嘅應急費比例調低，預算金額降到678億。記錄顯示，同年底港鐵董事會關注應急費用同工程時間係咪足夠。當時嘅工程總監柏立恒表示，項目超支將由政府承擔。柏立恒12月佢唔續約，我所理解咧佢係好興嘅，即係你哋夾硬去撳低一個咁嘅價，完全不合理。佢都知道邊個做都係死㗎啦。應該都係政治原因啦，係咪？咁曾蔭權政府好想5年內做好，跟住有一個價錢係即係聽起上嚟咩啲嘅，咁所以變咗形成咧。如果你睇翻呢個委託協議嘅嗰個性質咧，係極之傾斜向港鐵嗰邊嘅喎，係嘛？直情係講到明委託，係嘛？佢嗰個風險嘅封頂計埋佢失職喎。計埋個失職喎，都係喺呢個管理費度，咁港鐵先至覺得係無謂同你政府撐啦，你係大股東，咪簽咗佢咯。出席嘅議員53位，贊成嘅31位，反對。立法會最終喺10年1月通過668億高鐵撥款，港鐵隨即喺同年2月向政府表示，未來好大可能需要額外撥款。而家最吊詭嘅咧就係港鐵係好清楚啦，喺管理上面有失誤，所以一定咧係對於整個工程延誤咧係有責任。但係同時咧，港鐵亦都好清楚知道咧係政府係罪魁禍首嚟嘅，因為政府俾咗好多壓力佢，係要達成一啲冇可能達到嘅指標。工程師黎廣德過去呢個月一直主張政府研究高鐵工程係咪應該停工止蝕，尤其一地兩檢至今仍未落實，高鐵效益隨時被成本抵消。如果冇一地兩檢嘅話咧，當初政府提出嚟話高鐵咧有經濟效益780億，起碼咧又要減一半啊。換句話講，你可能得300-400億嘅效益，但係我哋投資已經成600幾億啦，唔好講而家超支去到800幾億啦。如果唔修改基本法，可唔可以做到一地兩檢？主席，我哋真係冇一個答案啊！我已經係即係呢一個係我而家最老實嘅答案。我哋同步做緊一啲中途同埋折衷方案嘅研究，呢啲技術性嘅問題係應該有得技術性嘅解決。2012年底，港鐵內部曾經研究，如果2015年高鐵通車後仍未落實一地兩檢，可以將預留俾內地海關檢查站嘅樓面暫時丟空，或者改為商業及展覽用途。建議內容顯示，最快要喺2022年先會重開內地海關檢查站。運房局回覆承認，曾經喺2012年4月要求港鐵進行有關研究，作為內部備用參考。我哋追問局方，上屆政府係咪喺換屆前得悉一地兩檢落實有困難？局方冇正面回應，只係重申現屆政府喺12年7月上任後，以實施一地兩檢為目標。政府官員呢係一路咧係隱瞞咗好多真相，成本係遠遠比佢哋初預計嘅高。一地兩檢做唔成，甚至係落成時間咧，佢哋完全冇把握。呢啲真相咧，當時政府係為咗要說服立法會
撥款同埋公眾支持咧，係一路都隱瞞咗，同埋最得人驚嘅咧就係咧，佢哋咧係要求港鐵呢一邊咧同樣隱瞞咗呢啲事實嘅真相。歸根究底，我哋而家見到咁大嘅高鐵嘅醜聞咧，你可以話政府同埋港鐵嘅高層咧都係合謀嘅。但係咧，當工程一路延誤嘅時候咧，甚至咧好大有爛尾嘅危機嘅話咧，損失嘅咧就係香港人咯。一份份內部文件揭露出政府同港鐵公司由5年前起唔願意公開嘅真相。高鐵今日嘅延誤同超支局面，被形容係爛攤子，究竟應該由邊個埋單負責？